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天地一號法則，根部極度健康，尾部極度受損。咁我哋做逆齡系列嘅冷療曲法做法應該係咧，洗乾淨頭之後咧，就用氨基酸蛋白溝邦妙標嘅蛋白水劑，然後用清水稀釋，噴晒落個髮尾保護住佢先。跟住之後咧，就用 CTM 100兩份。就溝呢個 Xpo 嘅120一份，攪勻晒之後咧，就喺個抗拒性法則黑色呢一部分咧，就進行事前處理。咁搽嘅時候咧，就一定要搽得準確啦，唔好搽晒落去啦。咁我哋然後擺放咧，就擺20分鐘。咁樣20分鐘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沖水。咁我哋沖好咗水之後咧，出到嚟咧就再重新喺漂過嘅位置落多一次電池護理。咁落好咗之後，唔需要等㗎啦，梳勻就可以直接上卷。咁捲好咗電髮芯之後咧，我哋就落2份嘅 CWL 20分嘅水劑，就溝1份嘅 CTM 20乳液。咁落晒落電髮芯之後咧，我哋就喺根部嘅位置咧，就再補2份嘅 CTM 100分乳液，加1份嘅 CWL 100分嘅水劑。但係最緊要記住咧，喺根部補嘅時候咧，個份量咧就唔可以落得太多，因為我哋主要係做翻黑色呢一節嘅位置，落得太多就會削晒落去個尾㗎啦。咁我哋停留大概10分鐘，咁檢查夠攣嘅話咧，我哋就可以沖水落中和水啦。咁有啲咩唔明嘅話，隨時打電話俾 Alan。